报道。另外，为着要加强后备战力，有立委即马是提案替代役男做兵做煞，甲调训对本地1工要延长到4工至5工，嘛按算逐年要调训1万人。严格准讲超过去走险，上当会互判1年的有期徒刑。国军增强后备战力，加强退伍军人教育训练，替代役服役期满了后，加做备役役男，要延训召集训练，加做防救灾甲动员人力。按过接种人数、天数一直互人积极。根据疫情署送交立法院报告，立委已经提案修法，备役役男延训接种天数为1工增加做4到5工。毕竟替代役的训练、新训只是基本的一些训练而已。我是觉得可以去修改一下，看能不能配合国军、结合国防部一起去做一些演训的内容。我希望知道在战争的时候，我可以做点什么。只要教招能够确保他的课程内容是在这个方向的，觉得我自己会乐见其成。有人较关心训练内容，后备军人薪资高调，甲要修法的替代役备役役男延训召集比起来，薪资高调14工，替代役调训4到5工。今年按算22000人接受14工的高调，替代役调训拍算每年调训1万人，希望提升战备能量。要立法提案修法，未来备役役男，若报告无参加，或者是想要避免调训，恐惊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者是9万块以下罚金。是因为没有法则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替代役备役时候的演训，并不是那么的认真的投入，甚至轻忽它。故意性的我觉得有相对的一些法则的条款，我觉得这个都是在立法的这个基础态度上面是可以趋于一致的，也不需要造成不公平的一些想法。立委认为，不管是双备役或者是替代役，拢有投入高调调训的责任。甲后备军人无故无参加高调，可能面临刑罚比起来，替代役备役役男若故意无参加高调，煞无法则弹劾，应该爱拢共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新